有一件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旨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三角来敬拜上帝。请咱这碟，咱做伙起立，大声来吟上帝祈求的声。新圣诗405首，伫咱周报的第4页。新圣诗405首，伫咱周报第4页，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一粒，请咱同齐头同心来祈祷。慈悲领堂恩典满满的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创造甲救赎的大权能，互阮有福分伫你的救赎甲永远活命的恩典。阮的主上帝，你是圣洁的，是用你的百姓的恶路做宝座的。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你是堪得阮恶路的上帝，主。你是阮的牧者，要引带阮每一天，供应阮逐项拢无欠缺。阮也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救赎主，互阮无陷落伫黑暗的中间。主啊，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的心要大大欢喜，因为你踮伫阮的身边，做阮，互阮做你的护士。阮的心满心欢喜，阮要唱歌大声学落你。你就要降临伫阮的中间，阮所有的恶乐感恩要围围伫你的宝座前。亲爱的主，阮是你的儿女，就应该爱亲像你，是公义、圣洁、光明、无瑕疵。阮知阮伫你的面前是一个软弱、无完全的人，阮常常伫有意无意中得罪了上帝，甲得罪了人。恳求圣神上帝。光照阮，来清楚阮所犯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阮若承认阮的罪，你就要赦免阮的罪。恳求你赦免阮摆在你面前的罪过失错，互阮搁较正做完全的人，无欠缺上帝你的阳光。亲爱的主上帝，伫圣诞节期的中间，世间人用做装塔。电火甲音乐来迎接欢喜快乐的节期，但是阮要较注神伫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福气甲恩典，阮搁较以爱传福音，互还未信主的人，互因接纳主耶稣伫因心内做救主。你假使阮应该常常亲像葡萄树结连伫葡萄树一样。时时结连伫你，日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常常欢喜快乐，时时祈祷，愿事感谢，来行出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对阮的旨意，用敬虔的心来孝念天年的事，积资财宝伫天年，关怀伫教会内以及阮四周围姊妹社艰苦需要帮助的人，
做伫因的心上，亲像为你来做。阮所知影的好，阮就去行出来，免得烦了无做好的做。今仔日，阮真欢喜，台南白河拿来教会的小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伊要传讲上帝所启示宝贵的信息，也要分享你怎样带领伊到一个庄脚小小的教会的故事，以及因教会所要做为了主来建立的事工，来造就台湾正教会的会友。恳求万福的上帝感动阮，明白你奇妙的作为甲你的心意，也愿意伸出阮的手，来甲因相甲参与伫你上帝国的起造。阮的祈祷若是下主旨意，恳求你施恩赐福。阮也要开喙，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相甲做声向你祈求。阮伫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你对你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息进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我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所接，咱要用启应文来三甲启应，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箴言，就是咱启应文第30篇，圣诗后边第45页。请咱献着的是咱三甲来启应，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智慧减无得救，伊伫路边悬地的所在。伫城门口，伫城门边，众人啊，我叫恁，讲憨直的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理。恁就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摇花做花的起头，对永远到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成，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成，已经生我。伊建立遮个天，设院权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盘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个囝打着听趁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趁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阿免。一粒，请咱起立来吟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
咱来吟全首。请做这粒圣歌队甲少年诗班要用信心的脚步，带咱来敬拜上帝。着有盼望，以色列人，恁着对耶和华有盼望，因为伫耶和华有坚定的疼，伫伊有丰盛的救赎。囡仔听候耶和华的人，拢着壮胆，恁的心着坚强。着倒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快乐，因要亲像鹰鸟天色飞悬。走也无夜，行也无闲。下来万里来呀，
感谢圣乐队甲少年诗班用真欢喜快乐的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咱的天父的爸。即条咱三甲来看圣经所记载，咱要看两位的圣经。头一位是伫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甲17节。头一位伫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甲17节。我伫遮用中文译本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是伫72页，台语本是伫62页的所在。第10节，摩西对上主讲：“主啊，毋好，请毋通找我。我平素毋是敖讲话的人，就是自从你对罗卜讲话以后，也无改变。我本来就是含慢讲话的人。”上主对伊讲：“一水做人的喙啊，一水互人下口臭耳，一水互人目睭金、目睭痴迷啊！遐毋是我耶和华上主吗？你就去吧，我要赐你口才，我会甲你讲，你应该讲甚物。”但是摩西回答讲：“主啊，请找别人去。”因为安尼，上主对摩西发授去讲：“你毋是有一个兄哥利未人阿伦吗？我知伊是敖讲话的人，伊拄好要出来迎接你，伊一看见你就心内就欢喜。你爱将着讲的话传互伊，我也要赐你甲伊口才，阁要教示恁所着行的事。伊要替你对百姓来讲话，你要掠伊做喙，伊要掠你来做上帝。你手呢着举即支管，因为你将来要用伊来行神业。第2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台语现代译本是167页，台语是121页所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若无落伫土里来死，就永远是一粒若定；若是死，就结实多多。圣经以上，接着咱要请小牧师来开启上帝的教示，请咱来恭敬来领受。感谢咱的长老的赐会，也感谢咱双连教会，阮来伫即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话。双连教会是长老教会指标性的教会，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侪人拢真心善，侪囡仔特别阮咧读神学院的时阵，讲你按地间教会来。按目沙教会来，毋捌听过；按双连教会，双连教会，所以逐个人对双连教会有即种的感受。所以逐个人对双连教会有感觉，伊是长老教会第一名的教会。咱有一个第一名的牧师，蔡牧师是阮迄班第一名的牧师。所以第一名的教会配第一名的牧师，我相信咱会当做足侪上帝爱咱做的工。总是第一名嘛有压力呢，对无？压力足大的。这个第一名是人互咱，嘛是咱家己看的，是荣耀，是重担，是压力。总是咱要怎样伫这个所在来为主做工？我对南部来，哪来教会可能97%的人可能毋捌听过。捌听过举手，哎呦，遮侪人捌听过，哇，好来，捌去过举手我看，捌去过就较少啊，好，所以听过毋捌去过，下晡对我来转来哪来教会看卖，哪来是一个真偏僻的所在，伊为什么叫哪来？树林内底啊，伫树林内底的教会，伫哪来树林内底的即个所在。所以咱若坐高铁去到遐，头1点半钟，搁坐开车去到教会，总是虽然真庄脚，
有上帝特别的疼。台湾上水的莲花伫白河，白河有上水的环境伫哪来？这是阮的青年，伊国中的时阵写作文的时阵，伊写的。老师一个题目甲因问：白河最美丽，白河上水的所在是啥？哪来？以早囡仔拢感觉白河足歹的啦。我后摆要来做台北人，总是经过10几冬了后，这个囡仔伫伊的作文的顶悬写：白河上水的所在叫做哪来？所以咱看见上帝怎样用伊的真理，用伊的圣神伫一个所在咧转化。有上帝的所在，伊就会更新，就会改变。所以要邀请咱有机会做伙来拿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今仔日有机会通做伙来敬拜，做伙对圣经嘛对咱的生命的领受甲启示的中间，搁来得到祝福甲恩典。让愿圣神引带灵敏带领咱，互咱敬拜的中间，毋敢若听见真理，搁互咱伫心的内底甲主相拄，互咱彼此得到激励，得到造就，得到智慧甲感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进入你的圣殿，为着要敬拜你，为着要伫这个中间，用阮的心，用阮的灵，甲你相拄，为着要明白上帝你的心怀意念，嘛为着要活出你伫阮的生命中间的命定。阮恳求你差派你的圣神来保守阮的心，用你圣囝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压看这个圣所，压看每一个刻无亲近你的人，用你的话语来激励转化阮的生命。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又愿要请咱甲目睭闭起来，用一点点仔时间，咱来喘一个大气，慢慢仔来喘气，然后咱来想，如果咱来徛伫圣的山，上帝圣的山，徛伫刺皮的头前，上帝伫这个时刻要甲咱讲什么话？咱徛伫圣山，徛伫刺皮的头前，咱的上主要对咱呼召什么？上帝伫刺皮中间呼召摩西，甲摩西讲：“你要倒转去埃及，带你受苦的百姓出来。”伫刺皮的头前，上帝要呼召咱双人教会做什么？我嘛常常在问：伫刺皮的头前，上帝要呼召哪来教会做什么？上帝伫刺皮中间要呼召你，呼召我，怎样来回应伊？咱甲目睭闭紧。如果咱也感觉头拄仔咱这个想象，这个安静，好亲像还袂结束，伫下暗，咱要休困之前，咱搁来练习，搁来听，搁来看，咱的上帝，咱的上主，伊安怎甲咱呼召伫刺皮的头前？上帝伫刺皮的中间来呼召摩西，咱看见今仔日的圣经节。摩西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摩西回应上帝讲：“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了后，也是安尼。我犹原是喙齿钝的人。主啊，你既然要派我做工，你爱我变了足厉害啊！
我本来就含慢讲话，对你甲我差遣了后，对你甲我交代代志了后，你也无法变了足够讲话，口才也无法变了足好。我犹原是喙齿钝的人，我哪会敢去啊？所以咱看见上帝安怎甲摩西讲？上帝讲，创造人的喙的是啥物人啊？互人下狗、臭耳、目睭金、目睭青眉的是啥物人啊？兼毋是我耶和华吗？你去，我要赏赐你口才。咱看见摩西犹原惊吓、烦恼、提示。这个摩西甲以早少年的摩西完全无共款。少年的摩西看到路见不平的时阵，伊是拔刀相助的啊；看到伊的兄弟互人欺负的时阵，伊是随时倒爬出来；看见伊的兄弟烧冤家的时阵，伊是随跳落去要主持公道的。迄个摩西无去啊！迄个冲动，迄个有家己想法，感觉家己会当做代志，会当做啥物的摩西无去啊！上帝通过40天的旷野，训练摩西，互伊无搁冲动，互伊无搁惹代志，互伊无搁自以为是，互伊愿意放落伊家己心中的认为会当的。40天的旷野，甲摩西锻炼了筋骨。民数记12章第30讲，迄个摩西做人极其温柔，赢过世上的正人。摩西经过旷野的逃亡，经过旷野的试炼，已经甘愿啊！已经知影家己无法度啊，连要啉一水都无可能啊！所以已经甘愿放落伊的雄心壮志，甘愿放落伊的生命中间足侪这尖尖角角，愿意行上这个顺服的路。所以咱看见伫这个所在，上帝甲伊邀请的时阵，伊非常的惊吓，伊感觉伊家己无法度。好佳哉，上帝无因为安尼甲伊放杀，继续甲伊呼召，继续甲伊邀请，一直甲伊愿意顺服。通过这段圣经节，咱来做伙来看，伫咱的生命的过程的中间，常常嘛同款。咱的人生犹原有旷野，咱的生命、咱的家庭，甚至咱的婚姻，常常拢有旷野。旷野中间的咱有艰苦无？有啊。旷野中间的咱，常常要喘袂，无法度通喘气，常常要毋知影要安怎行下一步。总是旷野拄啊，正做训练摩西的一个场所。上帝嘛通过旷野在训练咱。旷野毋是上帝要互咱自死的所在，毋是要互咱伫迄个所在灭亡的所在。旷野是上帝要互咱知影，着倚靠伊的所在。所以毋免惊旷野，因为旷野要熬练咱，互咱温柔谦卑，亲像摩西。毋免惊旷野，因为旷野要甲咱养饲，甲咱栽培，互咱刚强，互咱勇敢。毋是倚靠咱，是倚靠上帝。旷野要甲咱造就，要造就咱。互咱亲像摩西共款，愿意顺服伫上帝的面前。这段圣经咱学到第二个真大的祝福。上帝无以貌取人。摩西互上帝拣，毋是摩西足厉害，足厉害的摩西伫埃及做王子的时阵的摩西，伊感觉伊足厉害。迄个时阵的摩西，上帝无拣伊。那上帝要拣足厉害的人，就是拣伫埃及王宫的摩西啊，资源上济，总是上帝无拣伊。上帝无以貌取人，伫咱互上帝拣了，摩西互上帝拣了，嘛无变了足厉害。咱袂因为咱要决意做上帝工，咱变了足厉害。毋过上帝甲咱讲，伊的恩典教育咱用。伊的恩典永远教育咱用。上帝甲一支拐仔交互摩西，代表伊甲伊三角地地。恩典伫即个拐仔中间，神业伫即个拐仔中间，上帝嘛甲一个权柄交代伫咱。所以毋是咱足厉害，
毋是咱作牛，毋是咱有啥物款的地位、身份，上帝敬咱，是咱愿意放落的时阵，上帝敬咱。咱嘛免为着咱的无能、无才调来烦恼。摩西开始发现伊无牛的时阵，伊开始哭起来。上帝啊，你去叫别人，千万毋通叫我，因为我含慢，你去叫别人啦。咱看见伫即段圣经内底，学习着毋免为着咱的无能来烦恼，只要专心仰望上帝，注心看上帝。上帝爱咱做啥物工，咱就做啥物工。迄个无能、迄个无气力、迄个软正、迄个软弱，要正做一个祝福。因为咱真敖的时阵，咱毋免倒转到上帝面前。咱真敖的时阵，咱拢倚靠咱家己冲，对无？咱软正、咱含慢、咱无才调、无法度、行无路的时阵，咱才会乖乖倒转到上帝面前，跪伫上帝面前，流目屎伫遐祈祷。所以，迄个软正甲无能，是上帝要互咱得到祝福的一个足大的记号。毋免为着咱的软正甲无气力来烦恼，注心看咱的上帝。因为迄个软正拄好是带咱通往上帝上水的一个方式，上水的一个方式，享受上帝的恩典甲圣洁的一个机会。摩西在烦恼，伊拙口笨舌，咱在烦恼啥？咱来问咱家己，咱在烦恼啥？咱有足侪烦恼啊！我有足侪烦恼，烦恼无时间，烦恼无啥物物件，咱足侪烦恼。当咱要做上帝事工的时阵，当上帝邀请咱，当咱的小组长邀请咱，当咱的牧师邀請咱时，咱有足侪烦恼。我的囡仔爱在，所以我无时间，我有足侪烦恼。敢毋是？咱得烦恼，我嘛烦恼啊！我25当前毕业抽签派来拿来，我足烦恼的。拿来是一个真深山拿来的所在，毋过我要去的时阵，我并毋知，因为地址典管甲讲，你爱去白河镇办头里拿来报道。阮兜住伫高雄县。内文乡、木沙川，乡甲川较庄卡，镇甲里较闹热嘛，所以我足欢喜，至少比阮兜佫较闹热。所以我无想真济，阮哥哥就载我来到白河镇，来到白河镇，真正看到一间教会，有够欢喜。这是白河的双连教会。白河上大间的一间教会，尖尖的树，哇，有够好。阮哥哥甲我讲，哦，这间袂歹，这间会当甲住甲退休。我心内嘛安尼拍算。四周围逐个行政区域拢有，食物拢有，哇！我个单身真好，拢免煮饭。今仔日来食水饺，明仔来食切仔面，哇，有够欢喜的。阮哥哥就足欢喜，甲迄油门踩下去，咣，一个驶到门骹口。这间教会叫做什么教会？白河教会，毋是林子内教会，毋是拿来教会。我的地址甲讲叫我来白河镇，哎呀，白河镇到底有几间教会？问足侪人，你知影有一间叫做拿来教会无？无呢。白河教会啊，伫遐我去过，迄毋是我去的啦。我去拿来哦，毋捌听过呢。问真侪人，拢无人甲我讲，伊知影遐。一个阿伯啊，看我问甲可怜，伊就甲我带，讲小姐，你安怎甲行？有路甲行，甲无路就到啊。摩西烦恼伊拙口笨舌，我烦恼这条路，深深的一条路，一直行到有路，行到无路，到底是要行偌久？行到遮，还阁有路，遮是啥？蒙阿波，阮二嫂开始听了，哇！这蒙阿波鬼够人敢大吗？我都毋相信。经过蒙阿波，真正是一个砖头。这个砖头好亲像30当前、40当前的一个砖头，比我的故乡更加庄卡。我甲上帝讲，上帝啊，伊是神呢，伊是你呢，哪会安尼？我毋甘愿啊，所以甲上帝讲，
你该带毋倒去，就是伫遮。一个真庄卡的所在，少年人拢出去台北去都市拍拼，庄卡只有老人甲囡仔。这个庄卡的教会愈来愈萎缩，真侪人心内有一个打算，这间教会可能经过10冬、20冬了后，会愈来愈微细，有一天可能爱关门。总是我毋甘愿，我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哪会当派我来关门？安尼做无民主的。我上帝，你派我来做你的奴仆，毋是派我来关门的。所以我甲上帝祈祷：上帝啊，你是即间教会有啥物款的心意？我相信无一间教会的设立是为着等一天要关门。我相信每一间教会的设立，拢有上帝真水的心意。所以我一直甲上帝问：主啊，你伫哪来教会有啥物款的心意？你伫这个所在有啥物款的定着？虽然真烦恼，烦恼做礼拜的时阵无司琴，一个月有4礼拜，阮可能有2礼拜有司琴，2礼拜都无。2礼拜无司琴要安怎？教会无麦克风，我拄啊毕业，声音阁无遮大声。所以我逐遍啊唱歌，就会去互会友安尼带去，一半会友也走掉，我若抓无调，就会宣传。我常常做礼拜做甲伫台仔顶偷偷流目屎。礼拜了，我就甲上帝讲：上帝，这是你的教会呢，你爱负责任。咱在烦恼啥？烦恼无时间，烦恼囡仔爱读册。我在烦恼无司琴、无麦克风。摩西在烦恼喙齿钝，我嘛喙齿钝。总是上帝提醒，伫你无开力的时阵，就是我稳定的时刻。所以因为安尼的训练，我常常倒来甲上帝面前祈祷，甲上帝问：主啊，你爱我伫遮做啥？主啊，你爱我伫遮做啥？我相信你的稳定，教业哪来教会用？教业我用，虽然我逐项拢袂用，总是上帝，我相信你。上帝开始阮看见侪机会，看见侪的方式。25冬的牧会，我倒转去看，我真正感受到上帝恩典真正教业咱用。这是哪来教会的礼拜堂？这是哪来教会？我拄仔去的6个囡仔，一个长老甲带来我面前，甲我讲：团队啊，你总算来啊！我有故事讲甲无故事啊啦！囡仔拢甲我讲，长老啊，换一个故事啦！啊，我都有故事讲甲无故事，我都毋捌字。你来啊！这6个囡仔交互你。这间礼拜堂普通，总是内底藏着上帝足大的恩典，你敢知？这间礼拜堂内底是耳脑去做的，是快木做的，咱拢甲袂记一啦。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足侪恩典祝福，咱拢甲袂记一啦。咱互咱的一点点的软井，甲咱填半条的。上帝我看见6个囡仔，毋是6个囡仔，6个囡仔会大汉呢。我以前拢甲讲，我有童工啊，我有6个童工，儿童的童啊，我有6个童工。这6个囡仔会大汉，大汉了就真正变做真水的童工呢。这6个囡仔3个去读台南新学院音乐系，因纪念着教会无司琴，因愿意献身服侍。因的家境拢无好，总是因看见教会无司琴，因就愿意学习。上帝就大大祝福因，这个囡仔拢甲国中、国小5年、6年，才学钢琴会当学甲安怎？才学音乐伊会当学甲安怎？若愿意互上帝用，就无共款。这2个囡仔中间，有一个囡仔已经台南新学院毕业，去到美国。去读指挥，摕到硕士，将是伫八角塔合唱团内底在做童工。内底佫有其他的青年拢毕业，有伫教会，其他的教会咧服侍，有倒转来甲哪来教会咧服侍。咱若甘愿互上帝用，
上帝就会创造新业，咱就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二批的囡仔，第二批的囡仔咧大汉，其中有一个囡仔，伊决意看见拿来教会的需要，伊讲伊要去读神学院，毕业了后要倒转来拿来教会服侍，伊就真正去读神学院。毕业了后，上帝就真正互伊倒转来拿来教会担任传道。今年7月的时阵，伊带着伊的太太做伙倒来拿来教会同工。拿来教会，佫有第三批的囡仔，新住民的囡仔，这囡仔伫教会慢慢大汉，接受训练，做伙服侍，做伙同工，做伙团契。伫每一档的夏令营，因照顾100个囡仔，4天3暝，3暝2天的国中营、国小营队，因做同工，因爱休困，就爱较紧甲包袱款款的来甲教会。住伫教会，按透早开始祈祷，开始训练，开始写教案，到暗时12点，因才会当休困。一礼拜了后，因开始服侍囡仔。伫这个同工的过程的中间，上帝在锻炼因的信仰，因在学习。上帝嘛呼召教会，毋是看见教会内部的需要，看见社区的祝福的需要。拿来教会遮尔细，阮嘛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拿来教会遮尔细，阮拙口笨舌。所以上帝呼召阮的时阵，阮感谢上帝，互阮有一粒愿意的心。阮行出社区，伫社区每一个需要的中间，种落树啊，一条长长有路行甲无路的路，已经去用拓宽去，也变甲光秃秃，种700几丛的枫香。逐个礼拜下晡，囡仔老人袂当去佚佗，袂当去看电影，袂当去啉咖啡，逐个人拢伫遮集合，满草捡石头压水，甲遮个树仔照顾大丛。当树仔大丛，囡仔的信仰嘛大汉。当杂草受挽掉，咱的灵命内底杂草嘛慢慢念。上帝互拿来徛起伫一个高饮水的所在。阮甲上帝讲：这阮无摘掉。上帝讲：你无摘掉，我有方式啊。第一遍，我要去这个水保局报告的前一天，淹大水，我就甲翕相。去水土保持局的所在，爱录影啊，放互大家看，要共讲哪来有这个需要。总是迄个简报室。竟然无喇叭，音响无喇叭，这个电脑无喇叭啦，讲话有喇叭啦吼，这个电脑放落有影，无声，我就开始烦恼。头前的人一直报告，我就一直祈祷上帝啊，上帝啊，你爱帮咱，有人需要喇叭，去甲讨喇叭来斗。结果上帝啊，拢无听咱的，拢无人需要喇叭。到我要去报告的时阵，你敢知影咱的上帝偌奇妙？开始天乌地暗，开始落大雨。迄个简报室是铁厝搭的，落大雨落来，你知影？乒乒乓乓，雷公死啦，影片放进去。上帝讲：我的音效上好啦。一路来，阮看见咱无够，总是上帝的恩典，拢拄啊好。佮教也难用，水保局就来，开始做讨论，开始做设计，开始将规个庄头的饮水做解决。这毋是人有法度，若毋是上帝安排，无可能。咱来的所在，庄骹总是真水，咱家己也看掉的。所以，侪人就开始出手，做伙营造，甲一个阿杂的所在整理甲变做一个真水的所在，变做一个疼人爱分享的所在。这是上帝互拿来侪恩典。我甲上帝讲：哦，上帝，安尼差不多啊，我服侍，安尼嘛差不多，继续顾遮个囡仔，照顾遮个老人，甲我退休应该是会交代一啦。上帝讲无啊。过一个工，恁来起做一个灵修院，往上帝啊，袂使。这种花种树啊吼，
搁较艰苦，搁会使。这灵修院吼，伤大工程，毋是拿来教会有法度。上帝讲就是恁啊，你毋知影啥物人创造喙吗？你毋知影啥物人创造手吗？毋知影啥物人创造骹吗？后来阮知，义伤是上帝予咱上宝贵的物件，义伤是上帝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所交代上神圣的。伫咱的一生的中间，咱会当领受几别的义伤。如果咱若遮简单，甲遮义伤ฮ็伫边啊，咱一天倒转甲上帝遐，要安怎面对上帝？感谢上帝，互拿来教会囡仔、老人，逐个人同心愿意、决意献身来实践这个义伤，拿来交开始出来，做伙参与这遮义卖，这关心无款的工作，拿来教会坐伫轮椅的老人开始出来，逐工的下早时啊9点半开始组织，开始祈祷，开始吟诗，开始做工。山顶土地开始买落来了后，开始整顿，开始一步一步照上帝福愿的蓝图来进行。每一个下晡，树仔顾大汉啊，开始来顾遮。每一个下晡，老人囡仔起来山顶捡草、挽草、捡石头。囡仔人甲讲：“老师啊、牧师啊，当时才会当变做你讲的青青草原。”我讲我嘛毋知。啊，毋过上帝互咱有一双手，咱就是来做工。经过3冬、4冬、5冬，上帝真正互迄个伊所福愿的图样，慢慢啊来实现。上帝讲，爱搁叮当，开始动工来起。阮上帝啊，要安怎起？上帝开始安排侪人，甲阮做伙来设计，做伙来参详，带来团队，开始带来祝福。所以伫旧年7月开始动工，甲伫今年渐渐地完成。期待伫1月、2月的时阵，会当规个建筑物拢完成，开始提供互一教会、一需要安静甲上帝相拄的人来到伫遮。这个灵修院要帮助咱找到倒来耶稣的灵修的生命、灵修的生活。耶稣伫世间的传道的过程的中间，为什么会当遐尼精准对焦伫上帝的心意？因为伊常常甲主相连，甲上帝相连。咱正做上帝的囝儿，咱要行上帝欢喜的道路。如果咱也无甲伊相结连，无常常逐工到伊的面前，咱要哪明白伊的心意？所以期待这个灵修院带来互侪人得到祝福。拿来教会虽然真细，总是上帝恩典真大。拿来教会虽然真庄脚，总是上帝无看轻。连到竞选这个所在。真做侪人的祝福，嘛真做阮家己信仰起造的一个过程。收掉，为神中间有旷野，真辛苦。总是迄个旷野，却是互咱帮助咱、带咱行向上帝上水的一条路。期待通过今仔日的分享，互咱做伙来学习，放落咱家己的计划。用上帝的心意做中心，除去咱家己心内自我的认知，我感觉我会当，我感觉我袂当，迄拢咱感觉的。咱乃无问上帝，上帝你爱安怎？期待，互咱重新来塑造一个下伫主欢喜的生命，互咱亲像一粒麦落伫土里来死，结实济。利益这块土地，利益咱家己，嘛利益伫众人。咱三个按头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伫逐世代、逐民族呼召人成做你的册用。台湾通过一宣教师运用生命的威信，互阮来得到认捌你的机会。阮相信伫今仔日，你有缘得超找你所欢喜的人。
也互你欢喜，互你用的人，来接续这个用生命传福音的工作。阮看见双连教会，因将宣教、传福音，成做教会的目标。主，阮恳求你的祝福因，互搁较侪人愿意委身伫你的面前，无嫌家己喙齿钝，无看家己会无用，互阮专心奉献阮伫你面前，成做主你的册用。也恳求你帮助阮，看见伫阮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出你听的机会。帮助阮把握每一个会当回应你的时刻，互阮愿意打破阮家己自我的认知，互你的旨意得成；互阮愿意放落阮的计划，互你的心意成就；互阮谦卑顺服，相信你伫阮内底的呼召，甘愿亲像一粒麦落伫土里，互阮有限无知的生命，伫你的手中，成做即块土地的营养分，成做别人的祝福。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肖牧师带来呼召甲回应的这个信息。咱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甲恩典伫因的教会，以及因要为着上帝来做工的事。咱即条咱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96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Amen.
请坐。即条咱要用奉献来刷接咱的敬拜。我代表少年教会欢迎今仔日来本教会礼拜的来宾。若是伫外面爱望接待为阿伟填写刘马卡的，请伫座位前来提表来填写，以后直接交互受奉献的一事，免放伫奉献地内面，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即粒请咱备办心来奉献。来用同心来奉献祈祷。白镜相信三位上帝，热听长看关心，常常看顾阮，扶持保守，安慰带领。阮凡事教业，各有信心、听心甲仰望，仰望主平安福气的同在。阮来到你面前，照你所教示，恭敬献上你所赏赐的金钱、时间、才能、听心甲顺服，回应你丰盛的听甲稳定赏赐，恳求你甘纳，请做圣工的路用，甲众人的祝福，归荣光伫你的圣名，各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像这这条我来做简单的报告。咱来看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
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点到第3期知识的蜡烛代表喜乐，互咱搁一摆因为经历主耶稣基督为咱降生，互咱对罪恶中得到赦免、透放甲真的自由，享受真正的喜乐。第二，咱本日是本会所定的福音主日，特别邀请家己中会拿来教会肖水巧牧师前来本会3场的礼拜中正道甲事工的分享。愿上帝祝福肖牧师甲所有同工伫哪来地区的宣教事工甲服侍。咱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王一利小姐，就是王英智、陈淑琴夫妇的千金，甲林立勇先生定伫后礼拜六12月28日上午11点，伫咱本会10楼的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祝福新人。盛大的赞美礼拜伫后礼拜日早起10点半。第3场的礼拜中来举行，欢迎兄姐邀请亲朋好友、无队友三甲来同心敬拜，共同享受主的厅堂。咱伫12月24日，就是后礼拜日暗时7点半，咱伫即所在有平安暝音乐会，有吉祥室内乐的演奏，管风琴。一寡队位咱的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还有立位手中敬拜美团的演奏，儿童合唱团甲平安暝的大合唱。咱教会非常注重这个中保大道的事工，所以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45伫9楼的会议室，有要举行这个中保大道同工的训练。若是你还未参加这个中保大道的事工，你真愿意来参加的，请你下晡1点来到9楼会议室，咱杨牧师要来甲咱训练，请咱来注意。咱教会也有真侪关心的事工，就是英语的牧区，因今仔日下晡要甲伫台北车头分享即届募集的冬天的衫，互即个家友，欢迎兄姐伫7点伫7楼的咖啡厅集合协助整理这个衫甲备餐。咱教会儿童主日会的圣诞是伫后礼拜日中早起10点到12点伫109号的3楼。因上时伫今仔日有马朝娟帮助这个儿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以上咱教会也伫9楼的所在有这个旧的册要分送会友，若有兴趣的会通伫7楼的迄个图书室的外口欢迎兄姐去遐看看咧。以上报告。即条要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这新的朋友，叫詹凤丽女士。伊是邦教教会詹凤丽。后壁咱欢迎伊欢迎伊。第二位是吴志平律师，加好，有智慧请坐欢迎。佫有欢迎石助理长老的查某囝石福珍姊妹伫咱的中间毋知坐伫倒位？坐遮欢迎对美国回来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小牧师我会特别介绍我的同学小牧师阮是共班1995对台南市人伊
毕业。其实牧师大概听伊分享，我拢非常非常感动啊！伊伫迄个所在真正是献身，完全献身互迄个所在。嘛看到讲透过教会正兄弟姊妹伫上帝带领下面，大家的关心互整个社区得到改变所以这是福音所带来大的快乐所以特别伊拄则有分享到讲，上帝互因一个异象，要起一个迄个灵修院。其实这个灵修院的起造是会当带予台湾正教会的兄弟姊妹一个真大的祝福。因其实你若去拿来这个所在你拿要入的时阵，就有一个牌写讲，因迄个所在叫做心灵的故乡啦是人的心灵的故乡所以心灵的故乡你若去迄个所在，当找到迄个上帝要赏赐互咱迄个单纯的心灵的一个所在。我相信咱有真侪同工拢去过遐咱嘛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讲咱双连教会若要起一间厝，可能较简单啦但是伫因尽力要完成上帝交代因的使命的过程中间，真正有需要真侪人的祈祷甲支持所以咱伫私底下会当甲小牧师沟通，嘛会当为着因来关心奉献咱做伙来参与这件对台湾所有台湾人的心灵有帮助的一个事工这是牧师所期待咱搁一遍拍鼓来谢多谢咱透过伊分享嘛，知影大岛是非常重要所以咱即马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迄个中部大岛的一个短短的影片见证今日下晡1点伫咱的会议室有一个训练杨牧师会帮助咱做训练，咱来看这个。大家平安，我是蔡牧师娘。我看起来若像真乐观无烦恼，其实我却是一个软弱不足的人。面对复试甲种种的困境，我有时有灰心丧志的时阵，但是上帝真疼我，拣选我成做中部大岛的同工。每一届入去祈祷室的时，上帝就搁一摆会提起甲加持我。互我毋简单看到家己的软弱甲需要，反倒当注心伫上帝的信息甲慈爱，多多伫教会甲兄弟欠缺的所在，献上忠心的祈祷。因为安尼，软弱的我，人生得到对伊遐来信心甲勇气，一摆甲一摆学习刷走生命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头。暂停来欣赏身躯边上帝创造美丽的风景。感谢主，让我对过去的富强教会甲即卖双连教会有8冬久的时间，会当持续参与伫中部大道的事工。伫其中，有更较深深的体会到主安怎互中部大道的同工，伫无共的时阵，因为同心合一，伫祈祷室的祈祷。一步一步看到伊的旨意被满足，一心的事被成就。雅各书4章8节讲到：恁亲近上帝，上帝就被亲近恁。当咱选择体贴上帝的心，咱的生命就会受到伊的影响，感受到甲上帝做伙同工的喜乐，会当甲阿爸天父有遐尼亲密美好的关系，真正是真做今日的福气来到这的福师，那亲像一只福音船的油，不断的烧，才会当驶到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一只诚恳的邀请我所敬听的兄弟，做伙来参与中部大道的事工。相信，当咱愿意将卑微的家己全然放伫上帝施恩宝座的进前，来寻求伊的面。伫甲上帝同工做伙的时阵，咱就会当用信心的目睭，看到上帝丰富的疼，而且经历伊奇妙的作为。
我互上帝感动，进入基督室，享受甲伊亲密的时刻。欢迎你也做伙来享受甲上帝同工的美好。牧师要鼓励大家当来参与这个训练，然后来参与这个服侍啊，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那这条，请咱来吟祝福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刷要请小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进入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阮感谢你拣选阮，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热心伫你福音的事工，互阮回应上帝你的感动，甲你的呼召，无空占土地。主，阮恳求你，当阮出去的时，你的圣神就伫阮的头前来做工。你的感动就伫阮的心中来发出，互阮讲出主你所欢喜的话，互阮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生活甲生命，通来见证主你的名。当我将恁交伫上帝甲稳定慈悲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所赏赐的稳定甲平安，踮伫恁的顶面，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灭道谢恩，强受切恳。